就到处看，然后就旁边的人就倒来回去，要不然就会走。然后但是根据单纯的平常就会在家里去开车，到了一些会的地之后，才会比较敢上路开，甚至到处走。那3小时的时间，如果没有在常常跟对话，让他越来越提升了之后，他面对很多外在，你会觉得说是压迫之外，来往的，就会一直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每天回家就是伤害每个人手脚，有生气可能就不动，然后没办法控制。但如果平常这个不在练习，来导致自我能力越来越强。就像你开车，都慢慢的，开始学开车之后，你在车站在你对不对？都很怕那个方向盘老是突然飞掉，或者刹车开我们类似这样，然后都很怕，就算人家开很远，你会觉得他过来要过来的感觉。所以慢慢跟我们熟了之后，其实你会觉得，就算那种大卡车很多人都在旁边，然后时速100多，我们这边都会随着年纪越来越长，开的越来越轻松自在。一开始开始，旁边都不敢看这样子，一看就可能撞到。所以慢慢会开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紧张？对，是一边开车一边是紧张的。随心所欲这样子，或者你太高的时候会有这样对，他有时候甚至一只手还会翘着那边，然后才给他，就感觉很高。自己也一样，自信合作成长，能力提升的自我觉察，自我的做主的能力强了之后，就跟开车一样，到时候你说很简单，就是怎么样真正自己都有智慧去面对。所以孔子是讲随心所欲，就是这个是我已经能力很强的。好，那接着我们就开始在做，或许再补充一点发现，那个一般我们都讲6字也讲6字，对不对？6字，言而必则天意。各位伙伴觉得对自我的有什么感想？觉得言而必则天意，这6个，你喜欢他们吗？超喜欢，超讨厌的。魔王，有时候真的就是小偷，然后就魔王来嘛。但是你讲6字的意思，对不对？那个真正我就是或者你在觉得啊，我们的眼睛、鼻子、嘴巴这6个好兄弟，等于是我们来这人世间观光，那观光需要一些条件，其实也很明显，就像我们大人一样，其实他们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其实他们就像眼睛一样，是帮助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而已。但是有时候因为自己没办法做主，所以就变成就像开车一样，这6个好兄弟就帮助你本来要去开车，然后人生的路这样走，要通往天堂那条路，但是有时候就是睡着了，如果并谁在开车，就很轻松的走路，尤其那个地面那个大魔王这样，本来他们只是观光的，但是我们学长。大魔王开，然后这样就应该去地区去，到处去游山玩水，开到不好的地方。但是这是他们的做法，就是要成佛的东西就在里面。如果我们讲往天堂，只要是我一个定向，那6个好兄弟就会帮助我们往天堂。如果我们在往地狱帮助是他们的话，
好，那接着我们就接着，因为刚好就是说几个方式，那你们让他去比，看哪一个方式会有帮助，那就可以常常用那个方式。就这样，就像那个泰国人一样，有些伙伴可能会改，那有些伙伴可能就群装去录制这些声音，那个到场地来比我不一定要泰国人去听他家就是一个，或者你自己办也可以，就多自己尝试不同的，然后在自己对比较有感受的去做成这样。因为在国港国光亮相，然后大家就是特别的亲切感受可能会比较好。好，那接着请各位浅浅，我们先来再给你最近右手的手，怎样在上面？但是各位，我们现在在这上面找，怎样就是在然后腰要挺直哦，腰可以在高的地方前倾一下。要不然你如果大家习惯是你觉得你的还是弯的，那这时候可以自己往前高的会转在这样，那做你就是放轻松，然后放后，那样手前跟那个那后面有一点点或者是影响那个你的舌头有点让但是你有记住嘴巴没有那种感受或者说没有其实在一般道家或者儒家不会讲一定要频率这样，就是有达到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到平衡。那目前没有个体自然就会得到。对，很多都往上提出的。对，所以就是你渐渐自然放松这样子，然后克制一个很重或者做的那个很僵硬感，这都做得到的。那坐在这边其实也可以得到，就像或许刚刚讲的，在开车也要注意后面，那进行大的，就有很多技术的帮助。